后来有真侪民众过一个年会加真胖。国健署的统计，有4成的人过完年会肥7.7公斤。提醒大家，过年食西西肉就要准赞，像夏威夷这种大肉就真甘油，食100公克就等于是食1粒便当。减肥规半冬啊，未曾成功，又搁要过年啊，毋过唔惊。买回去这年菜，免搁料理啊，毋过这几点爱会记真。那在鱼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可以加上一些木耳。 然后香菇跟这个海带不同的植化素，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健康。酱烧排骨的话呢，那青花菜它只要稍微剪切，然后呢丢到水里去汆烫，那拿出来的话就可以摆在旁边。那花枝这边呢，我们在买年菜的时候，它搭配的就是一个5味酱的酱汁。那这个酱汁呢，热量稍微比较高一点点，我们会加上一些蔬菜，可能烫一些芹菜，加一些小番茄，那甚至是小黄瓜等等。那最后呢，再淋上一些比较简单，可能油醋酱等等和风酱，那这种热量就会再更低。 一点点。过年若是要食四手啊，要安怎爱会记日？上个大块就是豪益豆，食这一碗100公克，内面的脂肪就72公克，像这食一份就等于是食一个便当。是讲这若爱食的是要安怎？一餐的分量大概就是一个大拇指指节，所以呢，我们一整天能吃到大概就是整根大拇指左右的大小。过年拢爱讲好话，啊，若要食物件进前，爱记这6句话。每天早晚1杯奶。 每餐水果拳头大，菜比水果多一点，饭跟蔬菜一样多，豆鱼蛋肉一掌心，坚果种子一茶匙。体重上好是逐工磅，俺就免惊讲年一个过煞，体重拢失控。